今集我哋會講下陪伴。如果有一日你因為 OT 成日無返屋企，你屋企隻貓一個喺度等你，喺香港最多係你返到嚟內疚一下。但如果你喺瑞典，呢件事有機會變成違法。冇錯，喺有啲國家，點樣照顧貓唔再只係愛心問題，而係寫到好白嘅法律責任。今條片我會帶你睇下瑞典、英國、紐西蘭同台灣點樣用法例去保障貓咪，順便問返自己一句：我哋照顧緊貓定只係餵緊貓？先由好多人最近討論嘅瑞典講起。瑞典將貓視為有情感、有需要嘅家庭成員，唔只係寵物。當地最新嘅動物福利規範要求貓主每日實際去睇下隻貓最少2次，唔可以淨係放低大量貓糧同水，跟住自己消失咗幾日。換句話講，你唔能夠用貓咪好獨立咪做理由，長期將佢哋丟喺屋企一個。另外，貓要植入晶片，登記身份，方便走失時追蹤，同時亦都可以追究貓奴責任。去到英國同紐西蘭，做法又有少少唔同。英國有一條動物福利法，配合貓咪專用嘅實務守則，好清晰列出貓嘅需要，例如適合嘅環境、飲食、社交關係，可以表現自然行為，仲有免於痛苦同疾病。紐西蘭就用貓咪福利守則去講明最低照顧標準，例如要有豐富環境，每日有同貓咪互動，唔可以長時間冇人理。雖然佢哋未必用每日要睇2次咁硬淨嘅字眼，但如果你長期忽視，令到貓咪冇社交、冇刺激，喺法庭度都可以被視為照顧失當。至於台灣，近年就集中喺打擊虐待同棄養動物，當地不斷收緊法例條文，提高棄養、罰款，甚至可以判監。不過喺貓嘅日常生活細節上，例如每日要互動幾多，可以獨處幾耐，法例就寫得比較概括，多數係用不得虐待、應適當照顧呢啲字眼，即係話只要你唔打、唔虐待，又有基本食水，法律較少直接介入你點樣陪伴貓，留返好多空間俾社會同貓奴自己詮釋。將幾個地方擺埋一齊，你會見到好有趣嘅光譜。一邊係瑞典，將每日互動寫死做具體要求，直接將心理同社交需要法律化。另一邊係好多國家，重點放喺防虐待、防棄養，將陪伴交返俾貓奴自律。如果你而家屋企都有貓，不如諗一諗，我而家對佢做嘅喺邊一個國家嘅標準入面係合法，又係咪真係符合他哋作為一個？如果你都覺得貓咪應該有多啲被認真對待，唔只係可愛嘅玩伴，可以喺留言度打個貓字俾我知你睇到呢度。下一條片我會再揀幾個國家，深入了解一下佢哋點樣處理流浪貓。記得訂閱頻道、like 同 share， 俾更多人一齊諗下貓咪嘅福利應該點樣由善心升級做真正嘅制度。